哦呀 off air off air แล้ว當今我寄個 link 到啲Facebook live 了。喂，哎呀 Facebook buku muka buku muka macam kia buku muka finally 哎呦頂住這個係數是1月數，頂住禮拜冇電，something 嚟啊，something 嚟啊， Hello， 嗱嚟啊嚟啊，毛毛哥，耶！哇，派接咯，做咩是派接？唔知嗰隻出去500 error，哦，毛毛菇我徛你嘅 LinkedIn WhatsApp 你都無去 Q， 你叫我徛你咧，我徛你咧無去 Q。冇啊，叫我訂嚟訂去訂冇落本。I think 是，那是你用 iPad 還是不？還是用 iPhone 啊？它就有 problem，它愛有 problem。哦，這是你意思，你意思嗰隻叫我講 iPad iMac 啦。我叫你俾 Windows。你知哦？嚇，看到我係咪？我看到食物件面，你知哦？你直直翕下啲 video 啊，食物件buffet 啊。係，start 啦喂。單nur silang bin。Okay, sorry。好啦 ，OK，so 啊，特別曬等陣，誒，我咪鬧，我咪被嘢，等陣。我普及。謝謝。扣日多謝。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老人都來收聽《邊寧可見的節目》。這禮拜，我想下對是幾號先？我頭腦腦爆炸，早幾禮拜少，我正電頭爆炸，冇電視機嘅啊喲！解咯，然後看這個禮拜戲呢是28號，所以今日搞咯。當聽到嘅時候，即係錄音，繼續錄音，當聽到嘅時候，我已經準備搞邊樣嘢。28號，一個28號，耶！哎呦，我咪嗰個叫，可以介紹我哋這禮拜特別嘉賓，這禮拜特別嘉賓呢，就是老焦毛毛菇，歡迎。Hello。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เต่าซาฟาวเป็นเราเจ้าตรงนี้ก็เราเจ้าเองก็เดียวคนนึง Hi，大家好。ก็เราเจ้าโดเรมีคนนึง叮當叮เดียว Hello， 大家好。我叫你เดียวจะต่อหาโดเรมี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ก็ตุ๊บปัดคนนึงก็ตุ๊บปัด有ก็ตุ๊บปัดอ่ะอันอย่างว่าที่เช้าว่าจะฮิตตัวก็ตัวแบบว่าแต่ว่า是快快冇โดเรมีว่าไม่ดู過下โดเรมี唔捌ก็ตัวแบบว่าผมไม่ดู過特別我睇ดูก็ตัวแบบโดเรมี落來哦錄音應該冇呀唔會咧冇OK 啦傾嘢啊嘛係咪嘅我 last minute changes 我嘅好冷仔 but right now 是冇啦OK 特別你那是冇你未吞接你錄音你 make sure 就叫 register 你的確個吞接可以使แล้วก็อุปกรณ์เนี่ย就是ลอง當然是一個月8號嘛所以ลอง聽到嘅是你那是講你後尾buffet 咧，我人是已經訂啦，是講你冇收到 confirmation 嘅 email from 我，that means 你 even 你有訂就有 reserve ticket 本，你我未 guarantee 講你有位啊，特別你使 still email 我啦，我使 arrange 看咁毛毛菇看，使介意學到人尋上啊，人哋當今咱只當今錄音條嘅時咧是一個幾號，1月19號咱錄音條嘅點先是咱有84個人 confirm。所以我maybe 個 hotel 叫伊可能85位是90個位，然後咱個做一隻，然後是講你人無 reconfirm 嘅人，就面是伊我未報嘅，講你甲我上位置啊，特別你會使 register
，so 毛毛菇，我哋講掉你 hotel 幾人啊？都唔是 hotel，咱 buffet 啊，84人啊，當然84啊，嚇，so 84人，特別我講聽個有人冇 respond 我 email 嘅話，嘅 email 啊，差唔多2禮拜前，嘅可能嗰陣時冇 respond 個巴魯嘅 respond 當然，so 我冇 register 嗰本，嚇，你冇 register buffet 咩？冇做掉過。哦，安尼個 gap 入過啦。拍攝即每節人嘅 buffet 是拜幾啊？跛個拜個啊 ，OK 嚇。8號。 ，thank you。6點。當今我去6點要緊啊，人聽有人我去6點啊，當今伊使較叫可能較早 start 啊，了人去6點6點嘅時候咧使 start 了，咱嘛是較幾點時候都做咯。了你愛6點半來咪會使啦，我有時講我人6點就 start 啦，我食個了就冇肯食啊，我冇估受個了去啊，我估佢食個了去。對。喲，冇啦，別出個了嘅啦，小啊，把隻咬死去啊！了你人所幾一人哈，我幾一人吼，即個個八會 book 嘢 buffet 個，所以8個人咯。誒，但是講到8個人咧，世界講90人哦，唔 case 你換人嚟。誒啦，計講較濟咯，because every chair 本較型啊。嚇，你計講80個人是已經 confirm 咧，然後特別有可能佢嘅規矩是佢，because 上個個2禮拜咁嘛對。所以有可能佢遲超嘅減啦，所以你講about 80個到90人咯。OK。แล้ว今時啊，毛毛菇，แล้ว咧落 email 呢時個60人咧，點啊？60啦。嚇。OK。แล้ว唔是個人嚟個幾名啦。誒特別是哦，最近去到 OK，so 個都把有可能咁大上 hotel 你 Urban H hotel 嚟。毛毛菇去到啊？未去不過。特別你拍上去到，我是 still trade the research 北京個。冇啦，看先啦，看時間。是咩？係啦，我就別你笨成卡啦嘛。我冇去嘛。你個putu mayam 啊，putu mayam。人講我要見個人講，人那是講冇 book 啊，那是講講一個就背後可能冇咧呀，而家先正事啊，所以เราไม่ book 佢ไม่ book 啊。แล้วว่าเกี่ยวกับ instruction นะจะเกี่ยว email คือการก็ announce การก็มี code มีแล้วสิเราทำ discount ว่ามันตัวเป็นไงเมื่อกี้ก็ยังว่ายังเลย hotel ยังว่าตัว free อ่ะว่าตัว junior suite free อ่ะ oh my god 所以เมื่อกี้เมื่อกี้支持嘅Urban H hotelเรา佢哋你學得多哦。你係 junior suite queen 係問稱，你那是嘅問稱，係可能隔嚟知㗎你啦。係啦，我諗住去啦。你成支其實都唔使多，no。我咪用呢袋咧。我攞嚟名稱特別即係最多，我係 stand double 嘅話就係多嘛。喂 security decoy。喂，算啊，你咖喱麵喺度嘅，咖喱啱麵唔是咖喱麵，咖喱啱麵喺度嘅，咖喱啱麵喺度嘅是喂 nephew 啊。OK，OK 咧，實咧嚟我哋，你朝人嚟嗰隻被接咧點樣？等我看我即看你 Skype 啦 message 嘛。即係播 OK，咪見到正個人傻啊，插人嚟先。OK，咧我哋呢次咧反而係講拍字咯。在冰拍字，人們話拍字係咪好講呢？就是攞嚟見到聽到時候 start 開始拍字都冇學過哦，我想睇啲條班啊上面叫學拍字哦。冇啊，乜嘢？攞隻上面就係你買爸爸生出來都要拍下。冇啊，都冇誒，自己家裡讀誒嘛，乜嘢有學嘅？咦，冇咩？我有愛啊！我本學嘅。school 好錄嘅嚇，school 好錄嘅嚇。應該將來講我學是我
我學學當本有 option 嘅學，特別我無 Q 下嘅 option，我幫嘅是我家己我用阿摩嘅 tutorial 誒阿摩嘅補習誒。伊是 pigment，伊名是 pigment。แล้ว pigment 啊，假如我唔是家己拍字呢，伊假如按做坐落，你就要坐 comfortable 啦，做成個 ergonomic 嚇，你誒鏡頭就要 relax 啊，個無tension 無你無叫起來嚇，無結掉，แล้ว你就要 relax，所以你會坐較久了拍字嘅時，你會見袂聽。So pigment 呢，伊人加了有加了嘅 convention，譬如講啊，你寫出嚟 sentence，你係 full stop 啊冇叫 period 嘅時，你就係係 no space。你寫 comma 呢，你係一個 space 呢，嚇，แล้ว真正正呢款嘅 convention，我所以睇下我type 時，我 type 時啊成個我做學生嘅時啊，做陸軍學生時啊，放假嘅時啊，我去做temporary secretary， 我做人嘅 PA 哦。PA 係咩？PA personal assistant 咯。就做 personal assistants，like 一個公司啲 Oxford 咯，一個公司啊，伊是賣地甲賣厝嘅公司 ，realtors。แล้วลูกโจแล้วลูกที่唔是 realtors 啊 ，sorry， chartered surveyor 是我未學講，好驚話 chartered surveyor。chartered surveyor 嚇，แล้ว我做依個即係啲人嘅 PA 啊，แล้ว伊講啊，哇，你真係 overqualified 啊做我嘅 PA，特別我拍緊啲 letters，緊了真係水，แล้ว我個係 audio type， 我個係做係咪 audio type 啦，copy type 啦。audio type 是你聽 dictation，OK， 聽 dictation 啦，你 type 誒。你拍是拍你拍字機咧，唔是電腦，還是拍字機？拍字，我頭先學是拍字機啦，你是我 baru 一分鐘50字，特別我用電腦嘅時候，哇，起個80哦。哇！一分鐘80字。哇，快哦！哇！特別我那是做80字啊，無佢做 accurate 啦，所以講 spell check 啊。特別那是你拍字時，你拍字機時，你就被 spell 你較坎坷 spell check 啊 correct 嘛，所以你就被拍較細字，但冇咯拍較準咯，你看。So actually average is I suppose 70字啦，60字70字一分鐘。未歹啊，真快哦！你喺做 secretary 啊？真正好用哦！這個是第一有用嘅物件。我是袂打人去學拍字，是真正好用嘅物件。講別人咧，嗰一間嚟一次嚟參是一隻。個禮拜是主要未記啊，個禮拜是嚇，你是裝啊？拎大藥嚟拎大藥。估冇嚟啊？拎大藥，點知唔是嗰隻拎大粒誒？唔是，你是拎大，我冇想到拎大藥，拎大藥歡迎。拎大藥都嚟邊啲學嘅你 buffet 啊？我無 ISVP 本啦，我看先啊。你未過啦，特別冇就是講你冇位置啊。我人就較早定位啊，所以那時你來講你可能100位，那是講你會定掉啊，你會去使去學校，特別有可能冇位置啊。成個人講成啊，那是講冇嚟講我 register 我個每學校看咗。個落音你冇落你冇趁接嘅 building 啦，所以你特別學一行看 ticket 你個趁接嘅嘢。我有 delivery 係人嚟。嚇，幾一拍字機來啊！所以我 OK， 我每人別人個住人把就是學佢拍字，家己學家是去補習班啊什麼。無人啊，人家少年家唔捌學啊。
老人唔捌話啊，你冇話佢都白，嚟講下你安怎學？北海總督有做一個programming 叫咩啊 ？computer programming class。嚇對。你係就唔是電腦嗰時前下線嘅嘛？佢用咗多 matrix printer 嗰隻。哈，教會邊咧？教會邊啊是接絲邊嘅，教你邊就先未記哦。接絲邊啊，哇！就水嘅教會邊嘅錯錯。冇啦，你嗱估啦，我係處嘅 printer 是教會邊嘅，嗰度嘅佢邊一個拍行嘅轉。係啦，你啦，轉即其實特別多啊。亂個半死咯。條係轉咧，邊個冚過嚟？對。哇 printing 是亂個半死啊！你抽二冷啊，冷佢即做緊哈，誒個錢就亂咩啊？好係個 laser printer，係啊 laser printer 介掂。哎呦，死一隻亂！你兩隻按照去學堂嘅時，你阿未 start 咧 programming 嘅 class 時，要教啷拍字聲啊？冇家己來嘅了喂，我較濟是去拍 game，先拍 game 先拍 game 了，再講 keypad 就注意，E 就注意，enter 就注意咧嚇。了 start 寫 program 時迄陣時嚟曉咯。你是對只正伊辦法拍誒，還是你家己是算來？是，我都當然少家己拍啦，所以你會拍快，特別你唔是對咧 ASDF 咧呢 JKL。冇家己來。你手放落去 I don't know 啦，別人 I don't know 啦。你也是自己佚佗之類，你 start 有家己嘅 laptop 啦嗬，你 start from scratch 嗬，你可做 essay 咩物件，拍 quotation 咩啊，你自然啦，你會曉了喂，你真係簡單嘅。I don't know。特別你話 test 個你 speed 咯，吧？你話快你 speed。冇成個英國中嘅響啦，冇話你打算正嗰時，50幾60呢。其實佢啊，我唔知，我就估唔係，但係我未見過拍落去啊喎。我是感覺我拍是未慢，特別我唔知講到這，我特別是我頭頭我想我是30-40字，特別你佢拍得快。但係馬路硬咧，馬路啊，你買快到laptop，你咁樣得啦嗬。啊，一出來，你個嚟 auto correct 啦嘛。毛毛菇你正到拍字是你試算用你試算用嘅啦。你用你家裡那一支圖啊？兩支了啦。哦，都平一支，正平一支。哈，你可能啦。你拍字咪就慢咯？都冇用掉嘅啦。都冇用掉嘅啦。你冇用掉，你咪寫 report 啊 email 係咪啊？真係 short 嘅了嘛，都唔是講真係長嘅 report。OK，thank you，安尼啊。OK，thank you，拜拜。咩怪？你寫個謝，等陣你知啦，又等陣寫錯了又可能笑，對唔對？然後咪寫你字了好咧嘛。OK，thank you，goodbye 呢。goodbye 嚇，Yes no 呢？我係細妹唄，我係細妹，你人學安怎拍字嘅人啊？你人被拍胖嘅時，你會明白咧？我講係咪拍胖啊？拍 space，你人拍胖嘅時，你用係咪伊布扎里？你用 no 咧伊布扎里，還是你用切里呢？等我 try 下。多餅嘅。嚇 try 看，你看我家己無想本啊，我呢我是用一支嘅伊布扎里呢，我用我我用隻多手啦。只有人啊有用一手嘅呢。冇啊，我用攞餅嘅頂。你用攞餅你真係特別，你若是用攞餅你真係特別。做咩呢？即係你是干那人會曉拍字嘅人呢？我唔是妹啊！你用即係哪吒你嘅是成個機去嘟，誒你講嘅係我你是冇 ，maybe 我用，但我睇拍時我當時用多手，特別我較濟用，我咪你用隻手嚟擔，隻手嚟講。我用多手，干那多手呢？所以你看我係 keyboard 啊，我係 keyboard，你再旁啊，下旁溜啊，是平嘅。係，等我看伊個咧，伊隻 shiny spot。特別你看 shiny 嘅 spot 啊，是正手柄還是倒手柄？我係是倒手柄。正手，我係到底正手。啊。
特別我 keyboard 特別新啦，冇咩快出，特有特別我看到下邊較記啦。迄個應該點叫胖？胖胖胖胖胖，是坑咩？ space 哦，你是坑嘅咩？坑啊坑嘅咩？坑來嘛，坑嘅坑嘛，坑嘅坑啊你 space 嘛，坑嘅啦，但是講胖咩？使胖意思係即 gap 嘛，喺度胖啊， gap 胖拍坑啦，嗱坑嘅人叫坑嘅啦，嘛，啊，人面對你人寫 Mandarin 你人寫長人字嘅時，你有上個 convention or rules 可以胖冇？伊當人字你免拍冇 space 冇拍冇坑嘅，你拍當人字嚇，了一個 sentence 時，你有 hair period 冇？有。了 period 了 period 啦，一 period 成個 degree Celsius degree Fahrenheit 一康。哦，了你有幫出嚟胖冇？ I think 幫出嚟胖 automatically 了胖，伊是 automatic 佢拍胖嘅，你拍當然字是。Yes，你拍伊個 period 咧嗬，伊你 next word 嘅時，伊 automatically 個你橋較闊些。 So 你是 illusion 嚟咩？ OK，所以你當人嘅拍字機，你安怎拍當人字？你會 keys 有 different strokes 啊，上加有電有蝦米，然後你家己 compose 是無，那是安怎？ Actually 我拍，你有只係無上嘅辦法拍，有人是拍拼音咯，拼音這邊是對條你阿毛嘅用。I think 拼音啊，我感覺到拼音是為了。唔知是唔是為咗拍字吉做嘅，還是為了學個人學？拼音是指定嘅嘛，拼音是你寫阿毛字嘅嘛。我是每是輕當人字，你要寫當人字，你安怎寫？因有叫，等於是有叫我馬牌是叫咩五筆畫五筆形嘅什麼骨頭誒，你就要把一筆畫出來誒。所以我要寫一個字呢。你若是要寫一個字，你若是要寫安尼款，你安怎 compose 啊？ because 你隔離搭你 stroke 隔離是有名嘅，你成，所以你拍出來時，你拍伊個 R 條，你 R 條，你拍時你拍伊畫安尼，然後你即係是一個 button， 嚇對，伊安尼是一個 button 咯，安尼個另外一個 button 咯。跌個另外一個 button 咯，特別安怎你冇夠 button 嘛？你就冇夠 button，為你伊個了借裝嘅款，特別冇一款冇嗰隻借裝嘅，伊叫咩五筆，伊幾那裡按啊，你對 compose 出來嘅啦，你安尼是上出來嘛？安尼是上出來，你個了 horizontal 是上出來嘛？你安尼唔是上出來，高唔是出來，一跌是出來，撇出來，安尼撇出來，冇講佢了誒，你看起來就係特別是 combination of some basic stroke 啊。呢是 combination of basic strokes，所以你看你名，你看你中嘅名係對。OK，我係中嘅名冇蝦米學習，你看你寫成啦。特別是上嘅用 repeat 到對用到對幾難嚟畫嘛。嗱，所以你看你魚啊，你啊，安尼你魚啊咪是只 horizontal 咧，高到對嚟 left side 咯。嚇，你是只畫咧。哦，所以你是上個鋪啊，上個鋪啊。安尼無像嘛？無，你上個寫皮啊皮啊嚇，然後你是你本是上隻話。哦，字頭 CHAN 嚟使有字頭蠢出來。特別當劍拍，你係拍拼音嘛？特別我講就特別你是學話，你上個指定嘅你看嘛？你冇你我當劍嘅時你叫我拍。啊！你筆畫牌啊，我未曉啊，那古冇用啊，我往時未記啊，再寫咗就，特別我拍拼音之期，我看到時我都會記咗。係咯，字頭掟出來咧嚇。所以你特別會曉，即係按照 OK 我講白就好你聽咯，啊應該掉。當今即係少年嘅囡仔冇學 cursive 啊，冇學寫字，一般你唔拍字呢，所以就是上個一人。未曉寫迄個當人字會筆畫，特別伊 still 會曉 spell 啊。所以成個你講當人嘅，成個我會曉當人嘅冊嘅人曉拍拼音嚟講曉，
你有可能你袂記安怎寫伊筆畫，特別你看你要伊聲，你拍伊聲出來，伊本寫會出來，你看到伊，OK，所以你若是帶變音了，你本是都要帶伊嘅音，你都要帶伊嘅音嘛。你係吹還是啊？好嘅就係你把你試嘅音呀。哈，拼音嘅華語就把你試音呀，所以你寫嘅音啊。So low 還是 key 還是 Q？ 佢前面呢，你當佢拍當然之後，一隻英嘅當佢，而且你講你常拍字咧，講吃飯嚟講下，吃飯，然後吃飯是食飯咯，你拍 CHIFAN 嘅嚇，你參落去拍，你免拍一多呢，伊嘅隨意 combination， 伊學你講了，伊嘅 CC 嘅，伊 suggestion 咗了嚇，CC 款嘅 suggestion，哈 ，OK。所以當佢拍煩了我知。所以已經有你看伊 possibility 啦。所以你傾嘢面，特別這是特別有電腦嘅做了。特別頂到拍自己都拍當人都未拍自己，真坎坷咯。伊無拍自己，啲頂到人隻大卡呢，刷，哎呦，當人未拍字，啲無 computer 自己拍自己，我都唔捌看過嘅。睇下第一伊課有針東嘅了，你看伊有 engrave 便嘅。一般做什麼 typeset 呢？第一課用呢是有 touchpad 了 ，touchpad 你會寫了。特別我都冇寫，我冇用便宜。那個另外一個人覺得，當今更加好，當今 still 你俾寫吃飯下，我就是你常用嚟講下，你知道係 CF 呢一對出頭路嘅。咁咩是 CF？First letter 你睇頭一個letter 咯。C and F。CHIFAN 嘛 ，CHI 是一個字 ，FAN 另外一個字，你拍 CF 呢一對出來嘅。特別有可能伊出白行啦。伊安怎咧？伊安怎知？你都知，伊會記你成日你伊知講你用嘅係俾你常用嘅 common 用嘅字嚇，伊對 push up 或者 choice。特別有時講你拍隻西嚟講吃分啊，你會出來啦。OK，明白。吃分的咩？不是吃大便啊？CDB 是吃大便。係啦，吃大便啊！如果是吃大便，你看到แล้ว OK， 所以嗱，包括每別人，等我看這個考啊，連接下，can see 呢下，就然後แล้ว別人即豆沙包咧，你按怎拍字？嚇，按怎拍字啊？嚇，按看白呢咯，攞冰超。你按怎學啦？你按怎 OK？你就寫出來就係拍字嘅咩？冇，即係有個 computer 嘅時，等到agak-agak。誒，這是這是冇 ，sorry，等陣我分學即係學點，你是學點？我是。哎呦，小死啊！我喺字塊面嚇。我咩字邊？我韓國人，我仲叫我做咩韓國名啊？真好玩喎！你韓國名是啥物？真好。嚇！我未用 headphone 聽你嘅聲嘅呢？嚇！你冇話你 Skype 嘅 setting 啊 ？Skype 嘅 setting 哇嚇！咁俾我特別你聲，應該好屌啊！但係你好屌啊！韓國人都講韓國嘅。Actually，伊名個了嘛是有韓國嘅 equivalent 嘛，位嘛是有韓國嘅黃啊。嗱，通到啲有。好咯，即係安尼記住有人拍字咗，記咩？哦，嗰啲嗱好屌啊！你會做韓國人啊嘛？好屌啊！按怎講啊？韓國話喬張念不得啦，叫喬張念啊！喬張念，差唔多成個係聲咁咯。念還是念？蘑菇嘅念。喬張念。
調水咯，你想調水咯，你們你可以講就跳掌臉，叫佢贈嚟念。哎呦，伊講插話你都唔知喎。你唔知咪冇法度咯，即係你件事你難搞嘅話，我係是叫個名，人常講我名你插話嘛。哦，叫贈念你就得咯，當然。有上年啲厝裏邊，哦。啊，แล้ว我聽講拍字嚟，講下你按咗學拍字好點？哇！我古仔有用拍字機嘅嘛，當然冇用拍字機啊。啊，你講下你按咗先學嘅時陣，再嚟講下。先我嘅事啊，我靠當然本是被攞幾招拍字嘅啫。哦，我當然估別，當然估是自立拍，特別我拍阿摩字我快，雲南字較慢，係咧我拍東南字更加快。係咧，韓國字咧，我係常常拍唔到字，特別本真快本。我同你講，我係當時我樣就好叻咗，樣開會啊，樣做 meeting minutes 啊，一個樣是拍韓國字嘅嘛，所以一時看掉講話人，免看 keyboard， 看掉講話人，拍出嚟嘅咧。嚇，確定我咪梅了，你講了時你按咗學拍字啊，確定我咪梅了啊，拍韓國字人都拍。但係好會使，所以我冇真係學過咯，我講當然本是家己攞幾招，一隻兩咪見啊，一隻兩咪成咧，咁啊，英國中國話咪學過嘅。我唔係學過咯，係咧，我古仔用拍字機，用電腦，我唔拍字機一陣嘅，古仔嗰時真時間嗰種 electronic 嘅拍字機啊。哦，小我一聲就夾鈴，一聲就好聽，就好聽，係咧，伊用電嘅嘛，係咧，一拍出來就係燒出來嘛，真係水嘅。你笑出來冇喎，我係唔是喎，我係是即刻一隻搏咧，你咧啊，你地址做係點先啊？嗬，一頭字做出嚟嘅。哦，你拍線咧，你個線咧，一出一些些嘅 LCD 嘅 screen，hello 嘅。仲我用過，所以我俾400幾塊 ringgit。我攞佢嗰個叫俾佢拍字機啊。我俾佢電嘅拍字機。哦，係啦，伊cartridge上條25塊嘅機。冇，你會記得你會拍字機嘅票，你會記得你會拍字機嘅表。Canon 啊，我係 Olympus。嚇，我係屌嘅是 Olympus 本，呢幾部時間我去用，特別我做起拍嘅。你做係一機條劇拍緊啊！แล้วอีribbon 會變大㗎แล้ว。哎呦，我冇得去，但是我冇得去，我而家我真久冇看到伊啊！我同你走去迄個Google 吹出來啊，吹迄個 Canon 嘅時候，迄個拍字機出來咯。哦，吹小影出來，哦，是咯，是隻咯。梗係坎坷一句，你特別用 Deepak 嘅，你拍唔掉嘅時候拍係 Deepak。嚇。係咪 back 上面 ？Deepak 都唔知啊。哦，liquid paper。liquid paper。Deepak 係個 brand 嘅名嚟嘛 ，liquid paper 係個 object 嘅名嘛。哦，liquid paper 唔係 brand 嚟。liquid paper 係 brand，liquid paper 係咩 ？liquid paper 係 CB 國嘅 brand 啦，CB 國嘅票嚟啦。White out。真係有 liquid paper 誒。就那樣嘅，是伊 typewriter 是有一種嘅 stick 黏磚黏。哎呀，你係卡阿達寫 typewriter 啦，人平常嘅 typewriter 嘛，那為你看物件。我是嚟看到我個補個櫃嚟困，咁樣有黏咁樣出來了。你當咗伊 ribbon 嘅，咁樣伊係誒阿面波啊，掉落家裡，แล้ว你當伊抓時，你看真正成個你做家裡啊，做家裡。係啦，伊 ribbon 是有哪種食嘅咩？因為隻硬㗎哦。你諗下佢曬食嘅話，有啲曬食嘅啊。哇，曬食！一殺陣啊！係你個貴啊！你個係 key 嘅咯，我諗硬下。你係 shift key 嘅時 key 你起來。哦 ，shift key 冇成 ，shift key 冇成，即係調嘅 color 個冇成。哦。shift key 係伊你做緊得來嚇。呢櫃底咧，呢櫃底啱嘅你學咕咚你起來。哦，嚇，對嚇。no 冇會伊啱起來，會伊 ribbon 起來嘅。嚇，對，冇得排，你先得排是 ribbon 起來，every 碟係是 ribbon 嚟。跳起來。叮，然後後尾是嚇，後尾是叮。
我都你少真係晒咗啲。丁你做緊啲 office 先啊，你那是用拍字機啊，你起紅些人會知啊，你聽你聲嘅，呀，你記嘢劈嘅聲啊！聲一大大粒啊，人知你起紅啦，誒 keyboard 本 A 啊，巴魯係 keyboard 本 A 啊，那是我被切嘅事啊，本是。我是我拍你冇成個呢樣 keyboard，咯，我是用 MacBook 嘅，我別使拍我係 keyboard 嘅。如果你自習課就你 keyboard 咧，你係實時可以拍咧掛住你線嘛 USB 嘅。都特別啪。因為當時你 keyboard 嘅你好到頂。等陣我會所以我應該已經冇就合點啊，天空牆我未記。行年去天骨我未記叫咩？強隻念係咪念咩唔知？叫巴掌臉，巴掌念下嘅，叫掌念，妹你先學嘅時啊，你安怎學你自己 figure out 㗎，還是你對斜㗎，成咗？冇，我自己學，我冇學過本，我是看到迄點時做 project 特別用拍字嘛，實際講特別用拍字機嘅，所以我走去買一個拍字機，但是佢是 electronic 嘅拍字機，買轉來了，一個字拍出來嘅咯。哦，所以我是咁辦嘅，我唔是講藍色嘅對比這樣拍出來，我未。你會成日看，咪看物件啦，有那看得啦拍嘅。對。哦。所以你當根本就咪就看在你到落啦吐啦。我按你看面，迄個紅毛字咧面，紅毛字咧我會關係，我會看到 screen 會拍出來。特別會拍唔到字咯，都未100%掉咯，會90%掉啦。OK，本來嗱就係諗上嚟講啦，你冇看是特別嘅嘅，特別你需要你拍，你有時我都覺得一下出嚟，我唔知我拍咩。用 handphone 嗰個好咯，用 handphone 都拍唔到字，就話到嘛。嗱，我都覺得特別我都覺得有時就衰我拍你啷嘅名特擺啊做嘅。你話佢咯，馬來西亞人啦，生地還是地杜人咩啦？對，變得，你 forever 變得。我咪笨慣咯。地春好嗰隻地春好。笨慣名出嚟。喂，姐。地打咧，本邊地打咧嘢。地打咧。我哋搞嘅特別我拍什麼啊？我嗰陣去ตัวเลียบเหรอสามีว่าผ่าว่าไม่ใช่ตัวเล็บเท้าสามีสิว่าผ่าสิแต่ไปออโต้กราฟว่าจะเสียเลยแล้วว่า聽佢就是ว่า聽後尾 at the ending 嘅時ว่า聽佢住嚟有時ว่า帶自己แล้วผ่าจะ快特別ผ่า咧佢是ออโต้กราฟ我唔知是裝嘅ก็จะ聽過哎呦แล้วKorean 我被 curious 講 Korean ผ่า點咗啊都是古早是當劍講古早講個當劍咯古早我冇真實看過咯，古早因為所以人拍出來嘅字是嗰時會記過嘅嘛，因為古人字是貼出來嘅嘛。古人字 actually 是 alphabet 嚟 ，even though it's stacked。係，係 alphabet 啦，伊唔是一個字一個 alphabet 度，伊是一個字有可能三個 alphabet、四個 alphabet，咁樣兩拍做一個。所以伊一個字只是可能一個字會貼做四個出來嘅，伊貼出來嘅所在，咁樣是 alphabet 就係，那就21個 alphabet 加19個 alphabet。伊如安怎？就一碗是一個字啊，一碗。冇一碗第少邊有兩個 alphabet，第少兩個，第一個5個。你樣有 rule 嘅，實際特別你特別安怎拍事啊？有 rule 嘅就是邊啊成倒手邊拍起成倒手邊頂面成頂面較落成頂面咧較落來，成倒手邊咧佢叫正手邊，倒手邊頂面去倒手邊。倒手邊去頂面，倒頂面嘅倒手邊去頂面嘅正手邊了，較落來。到底到處邊อันนั้นน่ะสังกัดตัวเป็นไงอันนั้นน่ะอีกอย่าง是寫一個 Z 嘅字咯 Z Z oh so looks very left to right top left to top right and then bottom left to bottom oh so 上看上能塔前佢น่ะอันนั้นleft to right 就對啦 left to right top to bottom 啦哎呀，嗰隻 top to bottom 個佢就冇啊，即係ตัวเอง我哋對接嚟。搞到放心咗。OK，อันนี้看啦，我看แล้วลอง其實แล้ว我可能我咪講啦嚇，咁แล้ว特別我俾ลอง算，ลอง看即我哋對邊啊，如果要有拍字人咯，我講有嘅。แล้วมี阿莫車 MC 有啊，有點有
有學拍。就是咱播看成一句講，OK，你人我講有本，我講有亂別人咧，澳門就是人講無拍字。我知，因為伊 text 到我係真係快嘅。呢條佢用嘢抌下咧，冇，等咩你快？可能用嘴啊。OK Google。แล้วลองกันแล้ว講啊，ลองกันแล้ว講要拍字啦。啊，OK，嚟啦每塊，我哋都錄拍字哦。冇未講聽話，台灣湖邊咁波啦，嚕，聽話啦。你按照我反正你個拍是四十圖啊。冇，I think last time 佢哋มีรักอู่佢哋มีอินเทอร์เน็ตเขาเรียก live chat กับ YM MSN Messenger สิอ่ะเขาเรียกสิฟังเป็นโอ้แล้วถึง today ว่าถามว่า I think ว่าเป็นควาคีย์บอร์ดเราไม่ผ่าน特別就咩事我貴啦。冇啊冇 officially 我過啊。我諗我是有你冇是冇 officially 我特別你本是成日的 make an effort to 去學，按照拍，你是 proper 係是你自己試算。我試算，但我OK agak講裂條講㗎，因為超到得來。哈，所以係你冇學過啦，你agak 自己 figure out 係嘛？入。啊，無你拍字俾個人 check 是講比較快啊，然後你冚嘢係是。Hello。我拍字就咩啦？哦，怎麼跟字拍字就咩？有陣時你就係怎麼跟但我覺得啲韓國字，韓國你就是講當機 modern day 時，你愛拍用 keyboard，咱 today modern keyboard 啦，按照拍你下不是叫張智霖啊，叫張霖叫張念，伊咪是 A B C D E 到 Z 啊，咁樣特特你是一個 alphabet 咯。伊前面伊啱想咩？伊有26冇啱想，伊有嘅，所以特別講伊會 shift 嘅，所以有 certain 嘅字特別 shift 得較出嚟條嘅。你聲你按怎 represent 啊？伊有時有你 totally 冇關係，成個人我講英嘅，讓未曉，讓就只英嘅。韓國字咧本是是 A B C 嚟嘅，所以有伊嘅 H， 有伊嘅 G， 有伊嘅 K， 有伊嘅 L， 有伊嘅 M， 有伊嘅 N 嘅。特別伊嘅 M 唔是咱人拍阿毛字嘅，係個 M 嘅位，一直拍位嘅。有死街，到底得落？所以你特別記咗韓國嘅 M。韓國嘅 M 真係成日笑，佢都出嚟起啦。韓國嘅 M 都一個 character。try 下。就咱講係你係喵啊。人嘅 M 咧是咱人嘅 A。哎呦！特別伊唔是出係 M 嘅字咗，伊是出人嘅 M 嘅 alphabet 咯。所以就是講你拍 ，for example 你拍文 MAN 啊文，你哋答 A K S C 咯，自拜。AKS 咧，一出嚟字就是一個 M 嘅 alphabet， 一個 A alphabet， 一個 N 嘅 alphabet， 連起來變一個韓國字。一環。變一環叫做係你字，你看到你字咧，你對睇文，你對睇出嚟啊。哦，所以係伊人你嘅一環有對調伊嘅 original， 啊咪成個伊嘅漢字。對，伊嘅漢字，伊唔是漢字啦，伊嘅shape咯。是格格字嚟，一隻字字格格。我意思是每你講，例如你講校長咪調兩個校長，但係你講卡咩啊卡？校長念三個字咯。意思三環咯。你三環三粒物件咯。所以橋咧，我哋帶咩咧？橋我哋咪帶 G， 帶 G 了，我帶美國你 Y 是一個 button 嚟。美國你未帶快呢？伊唔是你把你個 start switch 去拍呢隻，伊人是人拍呢。我快是，你就是我未快咯。因為我記我有陣時我拍字，我特別 refer 嘛，我把照嚟掃咧，都講佢 make sure 講我拍對字嘛。特別因為我買 laptop， 我唔是啲韓國買，所以我基本上冇記落嚟，我唔看就冇韓國字嘅。所以我分嗰陣，我按拍掉就我未confirm分。你咪出嚟都計在。喂，我吐出嚟那個我 ship 拍到字。有時講你到啲韓國是別人嘅 keyboard，你實我對韓國嘅 keyboard，韓國 keyboard 嗰陣時寫就係韓國嘅 alphabet 嚟。
冇伊是 A B C 阮，但係伊嘅 A 邊頂啊有一個 E 嘅其實咧， OK，所以你是你阿甲，你我係 confirm 咗啊。แล้ว我冇，我聽我小白說話講，我咪都是講，伊人韓國字呢有定到是唔是寫成個人嘅漢字嘅？冇漢字是等人字嚟，แล้ว漢字是等人不用等字本嘅，嚇，特別樣嘅字，樣嘅拍字機咧是真大粒嘅，就是講你特別 hit，如果我講啦，你即係講NAN 啊 NAN，頂面一個 N，然後下底冇一個 N。因難嘅音嘛，就是講要開頭是 N，country 本是 N 嘛，所以頂面嘅 N 加下底 N，伊嘅 location 無相，所以伊拍字其實大，你看到有頂面嘅 N 加下底嘅 N，真正韓國嘅。แล้วก็我ไม่รู้แต่ไม่เสีย講รู้เ名啦，黃嘛對，黃咪是一個字咯，咱你等人名咪是一個字，你拍是特別拍一彎咯，拍字彎出來，冇你咪拍字彎出來，你對得拍 H。UA 加 NG， 你拍下你三個，你拍下你四個 character 出來咧，伊 automatically 變一個字嘅，一彎去啦，伊 automatically 變一彎嘅字，伊自動變一彎嘅字嘅，所以你咪去你講，這個字我係一彎，你咪半嘅就，你對得拍，你 hit 你嚟都覺得出來就對。OK，特別你講你第一招特別有腦力啦，第一個特別有個人呢，所以你有成個係咩字啊？在韓國那邊，伊特別用超過個嘅，咧都有冇嘅。冇嘅，個人嘅。OK，第一隻個人嘅。OK，แล้ว你拍，你你按照拍成個 borrowed word 啊，成個講你被拍成個講意大利嘅。伊 borrowed word 本是用自己嘅字拍出來嘅，像嘅。哦，即係成個你講 spaghetti 咧，怎拍 ？spaghetti。咧，伊按照彎呢咧，伊按照彎呢？按照彎呢就是有除咗四音咯，四音就是 S 加 EU， 所以你拍一個 S 加拍一個 EU， 兩個 character 呢連起來變做四。所以係你是一彎啊？ P 加 A 就變成一彎咯，變成兩嘢咯。你拍 S 加 EU 咧嗬，你唔是拍 E 加 U 咗 ，EU 是一個 E 咧，係你 E 嘅 E 嗬是夾住一個 button 嚟，你拍喺你兩個 button 一個 S 加一個 E 咧嗬 ，Enter 伊就變成一個字咧。哦，所以冇得一玩冇得掉啊！我係 discount 你看你幫我actually。你別人看唔到。我唔知安怎做你看落去，即係英嘅 actually，看韓國字 actually 是伊是真正有意思嘅一個 system 嚟，全世界冇一個冇另外一種嘅話家己 system 上嘅。哦，伊是家己 system 嚟。哦。所以韓國人主要就是講人嘅話，人嘅 system 是全世界第scientific 嘅樣講，誒佢你 hit 係你個了嘅 effort 咧，伊 automatically form 幾個字出嚟好咯嘅。哦。誒，佢 modern 本係用 type，you know？ 嚇。寫時咧，寫時你咪唔知按照玩嘅哦。安這唔知，你會曉嘅嘛？你會曉嘅話，你就會曉嘅嘛。我係曬隻感覺唔知按照玩呢個意思啊。真英嘅，我有興趣，你真係有興趣嘅話，你上擺你係開一個 episode 嘅時候，我係實教人真英嘅。我上擺啊，邊啲學健拍，邊啲學健都冇咩嘢拍啊，唔係個俾我韓國咩？小邊啲學健是用 ABC 嚟拍嘛？小。我就係你，我未曉嘅是伊音。你知我冇咩曉音，有當時有你一個吹未掉，個都未รู้。我人頓是冇有意義啦。咩人？人頓是冇有意義。四字敗。OK，แล้วเป็น別人看別人個實是別人嚟啊！拍字即係領導友啊。是。我冇估。哎呀，我不要了，我被夾。但係 potato chip。我不被夾。好食哦，即係 wasabi 嘅好食哦。有哦 Pringles，領導有，你按照你講下你拍字。古早應該是10年前啊嘛，頭computer 是有一個 CD 嘅啊，我頂學 from CD 嘅。你寫 CD-ROM 啊？แล้วว่าแบบไอ้โยลูกหลานผมจะที่เสียหลอนน่ะ sorry แล้วผมจะที่เสียหลอน
你是講伊安怎教你個會記哦？伊 program 怎教？我無咪會記啦，特別伊有參加 like slide by slide，伊有 animation simple animation 啊。哈哈。啊，你講佢會你 position 個咯，because 我人嘅我人係你分咗啊。hold 了 app 嘅字嘛，係你咁你 notice 到 the keyboard 有的，等下有 something on the app and J 啊。要只捧起來一粒，要捧起來一粒哈。that is your starting point of everything 咯，所以你個用你這個jali indexing 嘅。你start 下你啊，你see 你 jali like on the right and left 嗰邊啊，你 move around 咯，你 finger。但係你學過啦 properly。你冇 officially class 咪好，你本有 properly 學伊個 system 啦，你。有啊，四行字啊，係你是。咩啊？當今你拍字咪是會哦，拍字免看。看本 OK，如果實大字我本就特字嘅，我是做 programming 嘅，所以特字我咪特。哦。所以你只關係啦，只識嘅啦拍字。哇！我講啊。大字用拍字啦，你寫 email 是做工，你 program 嘅工本就用拍字。扎基手啊，係幫拍字哦。哦，條件咯，就你。對啦，關係啊。我講聽我學嘅時成之後，我學拍字，我學腦輪無上嘅，我學頭學嘅時，即係細漢嘅時學嘅時，我是學嗰個 secretary 嘅拍字嘅冊學嘅。一定有一個 ring binder 嘅，然後人哋 flip 嘅。我頭學嗰個用 typewriter 嚟拍，我擺 typewriter，滴嗒到啦嘅。然後拍咧依個 A F A 啊，呢 J K S E F 拍啦嚇，我拍啦咯。然後我時我到有一道大漢時，我甲膀胱落人 accident 嘛。膀胱搞我落人 motorbike accident 嘛，伊在我咧往別人即小邊啊人來靠我，咁咪是冰咯。แล้วเป็นยังไงตัวเขาตัวไว้ขาจ้ะว่าไปขี้อุดตังว่าไปชุดมือจะ怪啊個差唔多一個月ว่าขี้อุดตัง啦แต่ไป擺入擺佢น่าบ่มี嘅所以對廚師我ตัวที่ช่วย咯แล้ว我ตัวบ่มี做這字面嘅ว่าขาตัว嘅起來我ตัว開始ตัว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我拍字咯叫做 typing tutor 我係叫 typing tutor。typing tutor 咧，以前嘅話咧，基本是差唔多上嘅 concept 啦。伊假如特別係你是隻國際嘅 computer 啦，伊咧我係 screen 就伊 pixel 就嘅咧。然後伊成日落河咧，可能伊落河伊特特嚟 letter 落嚟，你看啲 letter 你特別排 letter 咯。伊有 game 嘅可能，然後有時伊出字之後，你叫你排咧，講你 speed 就字嘅可能。แล้ว我拍了當今 OK 啦，我免看咧 ，number 免看 ，number 啷度看？我冇免看 ，number 你不免看。誒，得唔係，我俾唔要緊，我俾唔你當今你拍字人裝，當今是。冇事拍，就肯拍啦，對就係嗰啲到落嚟嘛。我你到底電話時冇上到咧？電話時啊，用 Bluetooth keyboard 咯，嗱。哦，仲用 feel 嚇，冇啦，冇用 feel 嘅啦，乜啦，用 feel 嘅，冇用 feel 嘅。keyboard normal 嘅，人成日都講嘅咯，有係你J 加咩只 F 啊，要鋪起來嘛嚇，所以冇再講啲到落 centralize 咯，啲到落唔咯，有 numeric 嘅冇是 number 5咯，有人肯幫咁假幫啊！被怪我頭先講你安怎係拍？我是學緊字係咪？如果係拍，แล้ว一個未 autocorrect 咯。哦，冇啊，我 off 掉了，冇啊，死去啊！哦，係啦，就是哦。嚇 ，off 掉伊了嚇。แล้ว有真真我是我有意思我去學 braille 嘅，係了，冇咯，咪去。แล้ว你感覺就會用 braille？有。嘛嚇。跟住我安怎 at 人去？我隨便點都 at 人喎。我 check。哦，是邊個 at？我被 at 到了頭。哇，大聲！係啦，只看啊，喲，冇咁樣。我停了。
應該點？後面我做咩？你現在大聲，你播聲。Oh sorry，咔！快些，快些。成個大 Matrix 呢，盧。快些。OK，我一定個大粒頭未啊？哇！誒，大粒頭歡迎。大粒頭你拍字哦，你以後拍，有聽到聲時有拍字過哦。directing 啊？嚇。冇。แล้วลูกตรงนี้ลูกพาจีสิอันจะพาจีซอถูก我拍录，好啊，唔是拍对我拍字我细汉嘅时我都 already 有 computer 了咯，然後我家己學家己拍，當然拍快啦。你冇對 system 特別你家己 figure 你家己 system 啊？我家己 figure 我家己 system。OK，你當佢免看都未拍啦，目睭免看，keyboard 免拍啊？目睭冇看下有淡薄 error 啦，of course sometimes 有 typewriter and all these things。tapi 講個拍字，assume that 拍字 on computer 啦嚇。我家己想看就是假使有 mechanical keyboard 啊，假使你買一個好嘅 mechanical keyboard 啊，你嘅 amount of 你嘅 error 較少咯，了你用你買你 mechanical keyboard， 你用你 keycap，if 你 keycap 有好嘅 ，I mean the surface of 你 keycap 假使伊 friction 有 friction 嘅啦，then 你 less error。แล้วรูปสังกัดไม่ขวานล่ะรูปสังกัดรูปเก๋รูปแมงก็สิจะปัจจุบันไปขวานแล้วกีบอร์ดทูล่ะโอเค我就是啲單嘅，我冇講特別對款啦。你在 long back test，I think 應該啊，那 website 應該是有嘅嗬。真係。speed test 等我隨款我 screen share，我今日冇去做，我今日個帶款你做快啊，那款。揾出做啊 ，New Window，咱 Google search 叫咩啊？Typing speed test，OK。嗰係 ，I mean，我就是用 mechanical keyboard 有清查先嚟借，我唔知 Malaysia 人會用。是 which window 這哈 ，OK。當佢哋這 window，因為 keyboard 當然อันนี้ว่าจะ raise อันนี้ก่อนแต่ต้องเขาเดียว Typing speed test. Free typing speed test how today? Get on my. Okay, 來 Lucky try，OK。Lucky typingtest.com typingtest.com OK right Yeah 我免去我看我做 judges click typingtest.com typingtest.com Okay start typing test part of Oh, okay, start. Hey, wait. I start now, boy. Shit. Really, yeah. Click first. The text you have typed. What parameter is shown in the lower? Hey 林西 Hi， Hey 林西歡迎，我冇插入啫。做咩？我哋第yang typing 啊其實有幾個數？哦，有啊，我想先講咪講幾個數。我對佢時間冇落嚟。Okay. 60, you see error 43. 74. What's the 74 errors one? Oh my god, good 哦！我俾你就話早上你只勤開，我 raise 我 computer 係
關起來一地方嘛，把一笑安尼咋？我嘅 camera 啊，我嘅 camera 啊，你看我，哎呦，俾下人看，我係 normal 嘅 computer 嘅 level 是 actually 安尼嘅。有時我未看到嘢嚇，安尼嘅啦。我當 race 起來，我就安尼跑咗，對嘛？貴掉啦，佢同關係嗰啦。到時我當然貴掉只關，所以咧我跨位，跨別位，派，我看看。跨，我搞73。哇，bad，70。你用係咪 keyboard？你用咩 keyboard？我用我係 Mac 嘅 keyboard 咯，Mac 嘅 keyboard。特別你是separate 嘅啦，唔是 laptop 嘅啦。攞 feel 到 laptop 及 iPad，laptop 拍本一款。Yes. Laptop is terrible. Laptop 真係冇 ergonomic 咯，真係頭嘅。Hello，大家你冇學到未？我冇學到喎。คุณแก่เราปี 我加了 John， 啊 John，我都是59 per minute 5 errors but on your laptop。adjusted adjusted 嗱，我用出嚟 keyboard，hello。adjusted 都是54 but on why laptop 嘅 keyboard 啊，why mechanical keyboard is not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แล้วand mind you，yeah。豆嘅，你把刀係使 mute 哦，你只大聲。豆嘅，你講咩學到？你收睇我 email 未？我收睇了。對，我就係不學到咩？你冇多賺。คุณมีบอกถูก 嚇？你多賺。我是有人大啦 ，OK。哦，你大咩？咁是巴海我就。嚇？唔是巴海，唔是巴海。電影咩？我要見我冇插啦，我買部就要見你那是冇 book 一部 reserve room 可能就一時可能 discount code 呢，所以你那是講愛 hotel 係講啊，如果是先正時啊，要佢哋 fully book 啊，讓佢咩 before 是 book 啊，我 hotel 是被 book 嘅。OK。แล้วก็阿姐你冇嚟嚇，南西。哦咯，大家都條時間冇㗎。跟住有人會告訴講，把你會告訴啊？冇啦，等拍字啦，佢告訴。啊，會講咩？咩告訴我係第三啊？點咩？我唔知話等乜 check 好嘅 event。是啊，我係見過你寫我是想第三。第三。咱使未使困了？耶！等我去困一車啊，過嚟。是唔是啊？我們未記咗咯。是啊，我見過你係第三。我是特別去，有啦，快記你本嘅啦，我有講對第三對，確定咱是講30年會確定，佢哋是 right before 咱嘅 show 是辦 ，right before 咱嘅 live recording 是辦。OK，anyway，當然講到對兩百人咧，一人來講兩拍字，可能按照5拍字，南西。我。學拍字啊，拍字我頂擺讀中學時咯，去一個tuition center 學咯，迄個是用掉迄個 DOS 時嚟記咯。哦 ，computer 嘅 MS DOS。computer DOS 啊，แล้ว迄個是用迄個 keyboard 來拍咯，แล้ว佢只學成細講係咪？因為我頂擺未曉是唔是用一個手嘅？一個字你拍，一個字你讀嘅嘛，แล้ว我成細佢只講 God give you two hand。你佢只講只句嘅，所以如果我學咗我嚟聽，我只是學咗用。你要教亂咗拍哦，成個 ASDF 啊 JK 啊，拍字都係會曉關事啊嘛。特別你冇學嘅 method 哦，你學嘅 method 哦。有咩記？我知是私嚟超仔，了你會即係抌是 for space bar。base bar 咯，你看咯，因為把老闆係就冇咩用 laptop 嘅嘛 ，laptop 本上啦，我 laptop 本是攞嚟超嘅，把老闆唔關係攞嚟超啊。你拍到啲電話拍咧，我就冇準咧，當佢唔知點數。電話冇準，電話我冇理由攞嚟超嘅嘛，電話是唔是？攞嚟揸你講。攞嚟揸你嘛，你直接超件電話，แล้ว攞嚟超拍嘛。冇你冇安尼咩？
你唔是呢？我安呢？誒，代表拍隻快本呢啊？哦，我才扮啊！我唔是我拍只快，特別唔着嘅咧。就我特別拍字啊，看到。不要緊嘅嘛，電話仔幾強嘅嘛，但都搞到 auto correct 咧。我都覺得今日學緊話變咗唔知點叫咯。有陣時嗬，我一排是沙巴上面觀海咧，一出自敗。你應該是弟弟拍自敗，所以我弟弟拍自敗即係係啦，because 你拍電腦學呢數啊，冇特別。我夾我 iPhone auto correct， 我夾我 iPhone 自敗，所以我寫自敗是冇 auto correct 了。auto correct 啊？搞啊！伊冇了，伊學了，伊學自敗，伊學普基，伊學蘭椒。誒，嗰一項啊嚇，誒，有咧落用 Android 嘅人啊，而且有上啲嘢叫 Swag Typing 嘛。哦，哈哈哈。哦，咩嚟 ？Swag Typing，哎呦，叫 Socky 啦。iPhone 嘛有 Auditor。啊 ，iPhone 有，啊 ，iPhone 有你 download Google 嘅 keyboard 呢嘛？你 swag on 嚟，即係對。都快轉嚟啊！嗱，我同Samsung 嘅事。冇，你嘅 iOS 喎，你嘅 download 隻 Google 嘅 keyboard 有啦嘛？唔係啊，嗱，我嗰隻 Apple 嘅隻 keyboard 都好用咧。梗係冇影呢啊！我拍緊呢抽字版本出嚟啊！誒啦，攞冇 set shortcut 咩？你冇 set shortcut 寫 KNN 咧，就嚟 check 緊呢？誒，直頭出嚟啊！KNN CCB 啊，出嚟啊！直頭隔住 auto correct 啊，好靚。OK，所以我最不用過，就是唔用過拍字機過，就是唔用過。一隻老師我唔用過啦，真真嘅。你唔用過本啊？特別對你鬧嘅我上去。特別冇喎。我用過啊，我用過。我用過本啊。阿 John，你冇河南西新年嘅河都河，都肯講義。嚇！你講美國講到幾多？我都講上面我肯答到。冇，你講南西鬧，你冇河南西新年嘅河都是唔是？哦，咪嗰時間夾鬼啦，係咪啊？啊，一陣就好下，啊，一陣間啦嚇，就鬧只冇好咩？鬧是開面嘅物件嚟嘛。查甫仔別記者物件喎。哎呀，真係水嘅啦，冇插嘅啦。我有年我冇插嘅啊。我唔聽幫你水一個。係啦，我諗你試一個，冇插我諗40個去，44去50個去，咪比較堅啩，冇得拍加個60機。是頭拍加價錢。誒，你講我那時我拍唔到，時攞嚟齋哦。誒，就係。你講我變動，特時看成我拍唔到先。冇啦，講嚟出嚟。冇啦。冇啦。你係 Botox？我看啦。你不叫我做咩 facial expression？嚇？你講我得啦。你小人你可唔可以suki 拍只 Botox？ Botox 誒。Botox ไอ้เป้就佢而家爬先至。冇，你少年拍嚇，你隔邊呢明顯看得出來是，我都等下你來鬧個講佢拍佢了。Hello，依邊成一隻鬼呢？但你看啦，外邊你看得一格，你是懷疑有拍佢Botox。冇啦。我講話好難看，講下看都看得出咯。得啦外邊。嚇？得啦喂。Cheeks 啊。正嚇。嚇。你叫一隻 plum 嘅樹下，會點當樹下？你頭就病啦。得啦。我曉。得啦，嗱我係做完咧，誒，反正咧做你個正話，等下講拍Botox，OK。我反正我坐人去咧，我係 dermatologist 拍Botox死險啦，我諗看。邊啲學見 Instagram？誒，啷對我 Instagram story 啊？我就俾到下邊啊 post 我舊時間啷個就對到我 travel。penanghokkien.com 啊，面是Instagram.com/penanghokkien 啊，冇就是去 Instagram 去 penanghokkien。阿 John。到嘅。你就是教就是對。你就俾去 Instagram story 看。
我教是1個月28號教，2個月19號對。2個19號對。嗯。哎呀，應該是 A 瓜。A 瓜咩？瓜。ไม่เก่ง 你看你個ไม่เก่ง大家嚟講OK เป็นใน學見 Instagram 啊 OK แล้วสิก็講啊唔係講冇讀先誒就等陣我咪 respond to 即你是唔是看 Spring 是第正地看出 Spring 對 chick 食誒八招成 share 你在 share 睇咩㗎你在 share 係你哦 share 啊哦我講啦其實嘅喂我唔是講女神啊我講 share 變隻嘅冇佢哪年啊你拍อันนั้นกูจ้าใจสวยเนี่ยติดพาจูกนี่ใช่ไหมก็แจ็คสันนั่นเนี่ย我拿晒อี是 rasa 的水啊有咧看ก哩啊是有咧看อี面是上個冇咩叮當啦知道是講伊面冇講看造型啊麥當娜面造型啊麥當娜面梗係造型啊當見麥當娜有拍哦對冇麥當娜梗係造型啊伊面成日特冇佢呢我嚇上個即係佢獨白特買佢獨白嘅 profile 嘅時候已經啦係啊你咧馬來西亞做 cosmetic 嘅跟就冇啦Dato Vida 哦這叫 Dato 啊嗱變啦哦即係 Anita Sarawak 入邊呀我最準嘅咧搞嘅啊人落好嘅好嘅哦係啦有落看最準呢哎呀一進入了咧佢面就淡了哦其實特別隻阿羅一隻阿羅已經攞嚟驚到會笑啊會笑做啲事啊哎呦只拗你個白嘅個 start 過 Empire 嘛哦我聽你Dato啊你打誒，咱就我哋咧冇變咗拍字，變冇得事。嚟講到啲拍字，啊，個豆嘅，亂咗有拍字嘅。我是滴咚翻。你當見過滴篤㗎，當見。你係冇看 keyboard，咪只冇看 keyboard 拍。未。OK嘅。本是快。你錄唔是？你錄做緊咗啊？忙過咯。我 mostly reply email 嘅嘛。因為你圖啊，你冇去我拍字，未必做你寫字 email 是較快啦冇。特別你同時你看拍隻字你拍隻快咧嚇。OK 啦，咁睇本是啦，邊隻咯。你做根本呢時禮拜做了，特別兩禮拜嘅做了。冇人恐怖啦。冇人恐怖啦。啊！แล้วลองก้องขวาลองสังกา拍就是會曉拍德蘭字人咯，咱要解釋予英國中聽，再拍德蘭字。有這種嘅喎。啊！直講啊，後點講係點啊？是這種。係啊，幾種嘅嘛？後點你記講有你這個咧五筆字形嘅你叫。你記。我未曉怎拍，我 never 學過喎。你講我解釋下。樣貼咯，一貼伊無上係白底膏咯，你白底膏上茶邊。水嘅邊梗係無上記嘅，所以特別會去記嘅。有一個像板凳咧，咪有你去記嘅。咁比如講咩三水 A， something like that， 我無咩記啊。伊有你記講，你拄着水你嚟拍下面，所以即種嘅人你學伊教嘅咋，伊會知講迄個字安怎貼咗，特個字伊邊好貼咗，就是講伊現拍字，伊是貼條字來拍嘅咋。貼條字或者是水嘅邊邊啊，有一挖邊邊嘅，然後下底有一挖拍落來嘅，伊就要去記㗎啦，就係件，特個字有一個骨叫做 J-E-F-G， 我買曉啊，你都會曉。OK，啦，我唔會咯，等人嘅 keyboard 我捌看到啊，一個 button 有一種嘅痕 ，OK， 一個 button 有一種嘅痕，所以譬如講你要寫成個真正簡單嘅成個。Number three 是三分啦，所以你打伊三刀，伊安怎知係 one above the other， and then 伊安怎知？你對抄嘅，你 doctor 咯，你拍字啦對抄嘛？你唔是對仔變話咩？唔係拍字嘅咋，但係唔是咁樣嚟拍字，拍字啦特別有抄嘅。抄係咩數？
就是講你對時候，你不知講你位是放到裏邊，你就畫翻對面嘅。所以你對應該當你在你當寫 calligraphy 嘅時候，你 copy plate anything 啊，那麼是有 doctor 寫到條，你特別一個 stroke first then the other stroke，你當然係了有 doctor 寫咗 every single character，你咪就睇咯。Okay, so 佢學習淡薄，你成個寫大 ，OK， 你寫大，你寫大嘅時，你寫 horizontal。Okay， 頭先你 you press the button for 這個 horizontal 嘅頭先。對。了，你要做這個嘅時，一再按照貼啲點面嘅款啊。你免解講，就是你解講，伊係成 narrow down 講 when 你拍。一個 horizontal，一個 left swipe，跟住 right swipe 下，伊對成出係你 possible 嘅時候，你成。OK， 你看，但係比如講啊，你要寫大是一個款，特別你要寫 cliff 啊，咪是上嘅 stroke 啊，這個有個這個啲邊啊嘛，所以按照在你背這個啲用這個，你拍字人特別，伊唔知是你特別講佢聽，你按照講，你記一直三四。就是你出你講你 possibility 成個你講 husband 係咪是上隻話本 husband 嘅字本是一個 horizontal 落嚟咧邊一拍戲，特別一出咯你看第一 possible 嘅嚇一成出成咯，佢就 usually 大咯，咧一大得要就1號、2號、3號、4號、5號、6號、空號 next page 嗰啲就，所以 possibility 出嚟你特別驚得隻字。明白？那麻煩咯。特別我講當劍影嘛，當劍就影啊，當劍聯想，伊成個講你常用嘅字嚇，你使拍一內 letter 寫就 automatic 出來，但係講就背嘅。predictive， 一做 predictive， textile 較硬，特別就是冇你專輯。你就吹咯，你就吹1、2、3、4個啦，7個，你拍伊嘅 stroke 出來啊嚇。特別隻字呢，講你對啲 stroke 啊嚇，有你 automatically 出來嚇，你就 hit space bar 就 accept 伊啊。特別就是安尼款中國佢會出迄個叫咩物件嘛？依個唔是中國本地40年代嗰50年代咧，就是因為拄到迄個問題，我拍字真係難講，未拍緊呢個字，所以我咪拍字啊，我咪對美國對英國，我用 ABC， 就是因為安尼款咧，中國急要消滅要緊了一樣字嘛，50年代。哦，真係學緊就是 victim 就是真嘅。嚇，唔是，教學嘅冇關係啦。於是伊要貼咗個咧段字，人講哦段字係死人嘅，段字咧人未接成個美國英國，因為嗰啲科技嘅世界咗，因為人個咧用 ABC，人就要貼咗個咧啦。所以用寫係點出來咧？用寫係你拼出來，寫出來咧第二點，用個字比我俾嘅貼個咧，所以 traditional Chinese 變 simplified Chinese 嘅。哦。用本地拍水是 simplified Chinese。你話得中國嘅斜啦，伊斜對面嗰寫就嗰段字，像講檳城人，伊寫就檳城人三個字咧，伊係第有漢語拼音嘅，做咩事咧？伊就是要學中國人會記講，即係你係講嘅物件，漢語拼音是按呢款 spell 出來嘅。哦。所以到一站用段字搞貼嘅嗰時咧，佢就出漢語拼音上加越南嘅款。伊本地嘅 ultimate goal 就是愛呢款用嘅目標就是為呢款嘅咗，特別。伊無做到，因為伊直啲行頭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行到70年代尾嗰陣時咧，電腦出來了。哦，電腦出來了，佢又變 stop 嘢咯。都一啷係上面用話啦，因為電腦出來佢又變硬嘢。特別好本係我本是感覺到學到漢語拼音，點解有時我細漢時就學天符號嘅嘛？有時入邊漢語拼音一步無好咯。因為漢語拼音啊，你未記按照寫下嚟字咯。係啦。是我特別我講一部好就是我嚟講下，我 at least 佢有寫咋。我當然係講我冇漢語拼嘅，我可能我都冇愛去 attempt to 寫咁樣咯。我當然 at least 我佢有拍。我寫啊，我把路本是寫嘅喎，我冇咩漢語拼。我本是寫得字嘅，特別有隻字 A 字 E 字特別伊寫唔出來。對，我嚟咯。你看到啲字先，就講下寫咩字嘅，特別伊寫唔出來。啊，是，我是講這是上個係你學拍字特別比較寫啊，alphabet 其他東西。寫出來，淡薄寫，一般會出來寫，伊 predict 就寫好了。我完全寫未到當時，就是講伊無好，就是 because 我無常常用啊，我無常常用，我無常常看咯咋。我講聽我當時我看新聞啊，有一個人到底咧 Facebook 會 share 咧，變得學嘅人 share 咧，等人啊啲嗰時啊，我就目睭看咧，我唔知講咩咋，我特別寫一粒去插。
然後我可以看到，我未成個講懶成個阿嬷係我係懶成，我就講伊講下物件，我未字呢字，我就會一字去讀，較慢咯。特別我是講 generally， 我不就係少時，我唔知伊講下物件，我就會去。會去讀伊啊！我可以讀，我係試我個阿我可以讀到我個明白意思啦。了解咯，你今年嗬，你讀一本唐人冊嚟了，讀了一本。你好少一年唔得讀了。至少學咗一年哦。哎呦天哦！領導我就是個讀散文咧，領導。啲散文好睇嘅，根本都唔係少少睇。OK， 來講這個話題。拍子嚟。係咪諗講Korean你講嘅嘛轉？我係咪又咪講嘅講拍字，你講都冇講對啦。都白。我等過轉。講伊唔是講拍字啦嗬，特別有三物件我介紹好多對嘢咯，無咯。大楷、小楷、春聯。大字啊，是啊。即係等你寫係咪來 ？Sorry， 係你寫係咪來？講係咪哇 ？Chinese calligraphy。Chinese brush calligraphy 啊。Chinese brush calligraphy 呀。OK。是啊，我啲 KL 我係介紹學你白，我白字 can。邊啲人嘅有本啊？古早我小學時啊，啲攤漿呢就有寫小楷、大楷、春聯。你阿威是冇橫掂入去咯，成日是冇做緊啦冇。佢當你係寫嘛，成 relaxation。就是啦，你講到你拍字，我就叫俾白啦，俾你係實啦。That is something we should continue to like to see. 係咯。誒，我成日話對佢成日俾啊，對佢。Please，let's continue to like to see. 資本毛筆係啦，你佢哋是make up嘅毛毛菇。有時講係啦，我這裡來個特別嘢。把路就好了喂，你免俾學寫，係你麼寫，係你麼啊？你問俾你，伊把路是用放水一抹啊。用水伊會抓死。哦，打都冇嘢，打都冇嘢。伊實就配嘛。我就是想俾俾講，誒，我在打淘寶買隻板機嘅，我就是要。真脆。你去淘寶？去淘寶啦，個白。叫咩名？別嘛是咩呢？別當見你係俾越嚟越白水嘅嘛。嚇，你係俾特別係你是用水呢，你是你俾用係你。用水呢，recycle 嘅，迄個裝是啲 recycle。特別你嚇對。誒，你學你 practice 啦，你 practice 搞咧，是個嚟俾你個面料你就抓咯。我頂住寫個了是福建話臭話個了叫阿龍教嘛，阿龍會叫。哦。阿 John 啊，你都做乜嘢物件呢？你就冇內容嘅。對，阿 John， 我買一個新嘅 calligraphy 嘅 pen。Oh my god！ 我看，呢個係咩啊 ？calligraphy 嘅 fountain pen。哦。copper plate 嘅。Oh my god！ 我看，你話你買啊 ？Lately？ 嚇，你看伊nib 係 spread 嘅。呀，水。你特別用 low viscosity ink。哦，你用係咪 ink 啊 ？Walnut 嚟哦。我用紅嘅色嘅。哦，你寫下。誒，你是隻古冇寫，拉伸都學我看過嘛？你都當見過寫到對啊 ？Just trying 啦。出味咯。等你看。我邊有我 practice， 你看我 practice。誒，但係講拍字講嘅是誒，當然拍字嗬，有人話啥成啊？拍字只線咧啊，都對去寫字，都對嗬啊，成個佢都白講嚟講。嗱，我講兩看即係。當然就係因為就係用 smartphone 啊，加你 tablet 啊，有你想幫水，有你是開咗 tablet。誒，裝水咯。哇，你真水咯，真一病。真一病。阿 John， 寫自己好啊，真係。你寫款嘅。我拍是會夾對去咯，我拍是會夾對去。我寫寫啦。你多件事。冇現掉落音嘅人，就是人有來落音人，我就寫落嚟名。
Oh, okay. Okay ah, good. 水。特別你寫款嘅啦，你冇做 freehand，你冇做 freehand 嗰種，你寫你畫一款，你畫一款啦，可以吸餅。你看我有款過，有款嚇。tapi 這是我 project，我 final project，tapi 這是我 draft 嚟，我個別佢寫過。你冇話款會喺 freehand 寫冇？我會是講較坎坷。我得這正，我看我 practice 嘅時，我 practice 嘅時。OK， 所以我嘅問你寫一個300幾個字下咗，你寫好啊300幾個字。佢抄是八字機啊！佢抄火箭啊，佢抄。啦，成日我寫 essay 啊，就300字。OK， 那我就是對其實我去 check 店咪看有紙哦，然後我叫我自己嘅，應該北嗰邊有賣，我聽人講到底係個位叫咩？我買啦，我買做下路啦，路入病㗎啦。特別你買唔想錯咋？因為鐵頭啊，一鐵頭上菜啊，寫咧扣掉得。驗證個俾死啊！你冇唔是特你應嘅，特你係你嘢。到人講你大數俾應，我每我接表大數嘅。所以人若是來現場邊咧學嘅人咧，我寫下人嚟面。啊，你應該點叫你 friend 嚟啦？我做就係阿 John， 我傾起來了。頭嘅你講咩講佢？那時候我就傾起來了，我就日飛起來。呢個先係你邊嘅。Sorry， 我冇聽到人講話，我聽唔到你講咩。那時候我佢日個 friend 起來。哦，你 friend 起來，哦。想 friend 報紙啊。使啊！我特別 back 我嘅 calligraphy set 對起啊，太脆啊！當時到底合併，我每個人嚟 calligraphy 嘅朋友嘅人到底馬來西亞啊，嘢 nip 更加脆。OK，未必人或者講落寫字嗬。人去寫啊，佢都把你咁樣去俾你冇別寫寫啦是人知道是錄音是到啲邊兩時俾人特別邊兩個特別有啲實啊，不到那個錄音嘅時候，人係使講寫字咯。寫到我笑嘅。我嘛講，哎呦，寫陣時冇可能係good啦，當然鬧嗰陣時佢嚟寫字就得咩？係嘅明啊。我嘛對教講，我係講，哎呦，寫陣時冇可能係good啦。你知唔知我上去咧？我哋呢看到有人寫，แล้ว每我係 client 啊朋友，แล้วทัก佢人寫啦。我講攞個 practice 之類物件冇，佢講冇啊，ทัก佢 check 都冇，佢學咧，但係係佢未學寫แล้ว嚟啦。So it's about time 咯，因為我俾記住，我對面嗰陣時我俾除係你用水嘅，用水寫喎。一出嚟個唔是我食，出嚟嗰時候冇成 rainbow 嘅食要你。啊？一出來寫水，我對隻 calligrapher 就係等人 calligrapher 冇寫嘅上上，伊成個伊嘅，是伊阿妹出來啦，喏。嗰時屬於我對 traditional 嘅 way 啦，你啲。去 research 看你到底探咩？你跟我講啊！我對陣時我係使俾。我係明㗎啦嚇。冇啦，anyhow，我唔知我俾人做 con 個事，你 research 一下，你就是除掉面，你個介紹我咯，我對陣時間看得。I this，等等我看個張下面。寫臭話。只係抽話啦，只抽落啦，咪啦。使，你人寫得好嘅記好啊，抄落我記到呢邊咧學嘅 Instagram 嘅。我有大字抽嗌啊，我把它 send 好咯。係你寫啦，放到 Instagram 嘅，或者出人寫字出嚟 topic 出嚟。有寫啊，我有問阿龍安怎寫啊？阿姐南西，你是講啊？你出國哦，知道？第四聲我係講功夫。我係明嘅。你出國哦？把路對嚟咯。把對嚟，我說你冇出嚟啦，你到馬來西亞啦。唔知，把路對馬來西亞。冇話對件事你到馬來西亞。
我那是講我去加南部嚟講，我係一個親戚到啲搬去不中啊，到新加坡搬去不中啊，這就是我去隨意時我咁講。來，我不中正㗎，有成格一人啦，而一有啦，嗰時仲有一正格。maybe 我係看，那是我去加南部嚟講，我俾看親戚咯。佢係落來咩？阿 John？唔知個，我冇 plan 咧，那是講我落我度。你定買大隻啦，時間你搬來不中啊，是唔是？冇想可是。冇想可是。這是到新加坡嘅啦，三到新加坡嘅，呢個你搬。新加坡啦。แล้วอีปลาตัวอีโป้ล่ะว่าจะเดี๋ยวสิวขี้ไม่มีแก่สิวะตอนแรกเป้าจะเป็นเล็งปลาแล้วฮะ叫蠢ตอนแรก叫蠢一點早起就一點เนี่ย please วันนั้นเราก็จะขี้4點5點啊那我困了，佢哋困醒，佢哋甲人講嗨咯，係啦，對。我講幾個數個。OK，咧，實琴晚兩個講個正成一集我哋啊。OK，我 send 到抽落河路啊，WhatsApp 呢邊搞呢款。OK，這邊咧，所以 John，等你，你評論嗰時候，真正是你落音落到幾點嘅？落個早起咗。哦 ，OK。我是落個早起啦，等做陣去食 breakfast。我落嘅是2-3點，我就困咗，我做 pizza 一轉啊。係咪？你冇教我做去食 breakfast 啊？冇啦，別估啦。講。講嚟。你我當時落架那30點然後那 maybe 我覺得了是我當到即當今時當聽到是我已經是坐到飛機對啦。In case 就是講冇落雪啊，上面咧會 cancel 我 flight 啦嚇，我唔知啊當今向即當今嘅 situation。hopefully 冇咧，我是對條邊個啦，當今應該到新加坡咧，當聽到這錄音嘅事。actually 安怎嚇？是我做報先，係我啲 travel 條事。你坐 first class 啦 ，first class 有 WiFi 嘛？我有 WiFi，特別我。阿 John，free set 啦。你未 free set 咩？我拜六去後面，我拜六就被 post 啊，所以禮拜出咧先。呀，就係咁 post。是咯，我唔知阿大你 post 啦。別，哎呦，死我就我想到啫，我就借飛機。actually 我有 WiFi，飛機我 WiFi 特別我物件啦，我就會 pre-upload 成啦。咁我真係飛機冇得掉嘅，往時貴心嗰時 WiFi 就辦嚟講唔好啊。所以我就我阿 John 就 first class 咯，就 first class 就 OK 嘛 WiFi。我有 WiFi，我唔是講我 WiFi 我有，是講我冇，我驚我飛機冇得掉呢。哦，lu upload 去 Google Drive 啦，叫你 admin 個你 post 啦。哎呀，唔麻煩啊！我就拜六報時啊，because 我拜六阿妹背嘛，所以我拜六浪已經禮拜咯，成日講揸住聽。我 remind 我下拜六嘅事。誒，拜六都知喎，禮拜都知喎，禮拜我就背一下。One week from now。你搭 shopping 呢是幾啊？啊，檳城。我到新加坡，到新加坡啦，新加坡對檳城。哦。你係咪接到啲檳城，阿 John？28號，幾隻咯？28號啊？Monday。我2月1號嘅背啊，阿妹。我2號搞啲嘅哥倫布。你錄幾號出？check 我 check 我都 check 出來啦。check 因為我想個依記錄較冇呢柒啊，冇呢柒啊。你教少個教我講啦 ，maybe 咁 before 啦，其實因為有 time。你要用買啲好平嘅性格，知道？對，我都冇電話過。我教啲嘅อะไร是我別話我性格，特別用 WhatsApp 上啦，所以我 WhatsApp 咯。Actually 我冇錄啲 WhatsApp 咯，再冇。我冇錄啲 WhatsApp 我冇。咩 music 嚟？直接放個 music， 到幾啊？冇啊，One On。直接放個 music 怎麼？One On。貴啊！但係你話 One On。你冇咩話？啊，成個是不記咪？先上呢度 WhatsApp 咧。我按咗吹咯。佢係咩咯 ？John On。我。
等陣John On 嚇 John On，誒有啊，sorry 有。我上個時你叫我把叫 WhatsApp 跑路，但係你寫事。So 用 WhatsApp 了 ，it doesn't matter 用新嘅性格本會upload 啊。你 WhatsApp 每路俾換 number 你講買咯。嚇 OK。我看到你啊。OK。OK，講緊平性咁拍字，講緊平性啦，當劍啊，攞那是報名個去 buffet 呢，你會使，你就講有可能是冇會借啦嚇，那時候冇報名，我當劍就只要80幾人，以後到伊個 restaurant 係接140人咧，特別嚇，有幾件事，我嘅 buffet 超過6點啊，當劍6點 start 啊，讓較早開互人接。哦，我人有貴要先哦。我人呢邊嘅嘅，我正價格嘅澳洲是16號。哦，自己16號啊？自己16啊。那是我有點先，我俾我 arrange 過去嘅。嚟 join 我人16嘅。南西冇對咩南西？唔係啦，我啱冇人嗌嚟一賣，我買去16號嘅。爛啊咯！我買去16號嘅，所以人啱落俾嚟 do 啊，係特別嚟邊 do 啊。希望正價嚟食 free 嘅。哇，做乜咁困啦？攏住人咧，報名要食 free buffet 人啊，攏去吹南西。誒，南西冇 free 嘅咧，南西。南西冇去邊咩？冇。我 before 食嘢，我對嚟今年啲 KL 過。我自交開，我就對自交開。南西我多啲會見呀。是哦。嚟啊！我定。我看那是我南西我對佢我講都講得，我看那是我 arrange 講埋啦，我16號去節。OK， 我係成日講是背機背去隻一格，我唔真咗佢啊。你做萬年多嗬？你做萬年多是唔是？唔猜啊，咪背機咩？使一半幾而家背教嘅啦，唔係背一邊路嘅啦。冇啦，只 ETS 啦 ，ETS OK 嗎？有開車啊 ？OK， 開車OK。OK， 我唔係借佢開車，我想借喎。好借咯。你舊時舊到得咯，舊到你。路明家啦，路舊時路靠網咯，我嚟載。啊，咁都拜嘅，冇都拜嚟載我喎。有多咯。我有個 Viva 嚟載咯。有沙嶺車嚟載。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啊！禮拜當今咧，我可能解決嗱，講到尾再講我係咪小時咧？可能有見到俾佢 Instagram 會對俾邊啲學見，你我係答名 Instagram story 啊，我特登錄呀。哎呀，我講聽，我咪講，我賣浪奇啦嚇，特別我要了解一個人啦，一個明星啦嚇。我一個明星啊，OK。了後我攞特別對邊啲學見 Instagram，你嚟再講我幾時去對呀？我在裝啊！啊？你在裝啊？阿家在啊，點咯？是咯，係啊，那是在接點啊個。有個咩啊？You mean the word to me 嘅明星有關係？你講搞時間到底邊啲學嘅 Instagram 咪看啦嚇，唔得。知咗啦，本仔呀啦，新半子本仔呀。有可能冇本啊。係講嘅咯。看一人嘅點先安怎嘛？就人出名咧嘛。function 嘛是冇錯嘅。OK sorry。咩 function？冇。He knows me. 確定咯 ，PNC 啊，我老講啊 ，too much information。OK， 感謝禮拜再見啦，這禮拜特別見面就是怎麼走起來毛菇啦，大粒令啊叫成，然後是大粒令啊，大粒沙包，然後個有啦。然後你冇唔是滷狗別狗滷狗，我是講你豆沙包、大粒包、豆沙包，然後個冇英國醬咯，就咪有個有南西啦，個有拎大油咯，然後個有豆嘅大油咯，個大油啊冇大油喎，大油咯，個我啲大油，然後個下Sky 合併嘅後點大油，等又叫咩 Q 贈念啊，呢是個有大粒頭大油。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到啲邊兩嘅見面哈，有驚喜 buffet 哈，拜拜。拜拜。落音啊，嚟落音本啊。阿 John 咧 YouTube 嗰個減自己喎。OK， 等陣 Skype 合併。Skype 合併咧，定住嚟 episode 咧就到正嘅。subscribe 我別記啊，定住嚟 episode 到正 subscribe 別記就 Google 咗啦。然後到時邊兩見面啦 ，OK，記 subscribe，唔知。